开启由风乡广场即天热闹滚滚，有一个书法家来这写春仔，互民众早登去厝，还佫有来自外南的去赏花，喜气洋洋。上主要的是北区公所并北学堂开设的生活美学课程，嘛发表一冬来的成果，现场展示稿纸、油画以及手工杀文等作品。另外，更颁发好学奖，和高龄84岁学员传统工艺师献上稿纸龙头。和在场的中华贵宾。那我们正美学堂1年下来，总共有开班有25个班次，大概有500多人的参与正美学堂的所有课程哦，包括有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个胡子哦，那书法哦，缠绕画、插花。学堂有一个优质课程，推广北区生活美学。对着传承文化有真大的帮助，也非常感谢玉皇宫每年约赞助有30万的经费来挹注这个正北学堂，希望它能够来传承一个文化的学习中心。希望借着公司部门合作，和更加多市民会当亲自参与，学习无同的技能，丰富个人生活美感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